我无别的，跟闺蜜住呀，直接简单。哎呦，你就是讲要来看你的房间尔？房间什么时阵拢会使看？小姐，小姐，爸，你哪食？这下，这嘛是在创啥啦？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转台吧？这嘛上重要敢是公祭？你敢知影恁囝是？是啥？是同性恋是假啦。想讲什么代志？这我早就知啊。